道咧唔單止咧係一項運動啦，今期咧我哋更加咧去結合咗正念嘅元素同埋科技創新嘅體驗。咁呢個創新在於就係佢將一個人嘅修養嗰度再融合，咁直情係有一啲嘅儀器去收集數據，有一啲研究嘅團隊去做一啲嘅分析。香港有34% 嘅老人家係有抑鬱症，咁好多時都係同社會孤立同埋呢個退休有關係嘅。其實我係希望我做嘅計劃其實就係唔係行一個普通嘅運動班路線啦，即係其實我係會照顧晒身心兩方面啦，亦都係用一個比較學術性啊、系統性嘅方式去真係確保我哋嘅學員真係有個提升。今日呢個畢業典禮啦，就係我哋同學仔咧過去參加完2個月嘅課堂，就包括係樂齡正念空手道，同埋樂齡運動教練班。咁我都希望喺呢度藉住呢個運動啦，由我哋嘅參加者大家分享嘅故事或者想法，大家會注重身邊嘅人，關心自己。